大家好，喺睇片之前，歡迎訂閱、讚好、留言及分享。朋友話紅磡5星級酒店手工點心做緊5折，每人仲送半隻乳鴿，於是一齊去試下。搭港鐵嚟到黃埔 D2 出口，向海皮方向行過去，一條直路一直行過去，行到尾轉右再直行，然後過馬路去左邊，嚟到九龍君綽酒店，上幾級樓梯就見到酒店入口。嚟到酒店大堂，首先見到旋轉樓梯，轉左靠左邊行去電梯大堂。酒店中菜廳就喺2樓，搭 lift 上去。2樓電梯大堂走廊兩邊都擺放咗古董擺設，櫃入面仲放咗唔少瓷器。再行前，等位大堂好大好闊落，我哋已經訂咗枱，直接入去攞枱。之後安排咗我哋坐喺餐廳嘅左邊，再睇下餐廳其他環境。飲品櫃係提供俾放題嘅食客，仲有紅酒。睇下窗外嘅海景，可以睇到啟德郵輪碼頭。餐廳仲設有小型舞台，坐返埋位睇睇餐牌先。有1人餐、午市商務套餐，仲有2人餐，全部都做緊特價優惠。再睇睇散叫點心紙，除咗一份份，部分點心仲可以逐件點，非常靈活。落好單啦！第一份送嚟嘅係菠蘿叉燒酥，金黃色嘅外表好精緻，睇睇入面嘅餡料，皮薄，餡料比較乾身，酥脆嘅外皮。叉燒餡料唔算好突出，食落嘅味道甜甜地，真係似菠蘿包。每人贈送半隻乳鴿，千島汁蘿蔔糕送錯咗嚟，鳳凰鮮蝦腸粉，沾咗蛋黃一齊蒸，但係唔均勻，有一塊仲係白雪雪。腸粉晶瑩剔透，口感非常滑溜，原隻中蝦爽彈，但係腸粉送嚟嘅時候已經係微暖，咁就影響咗所有味覺感受。5星級酒店咁嘅出品，真係好難令人滿意。食下紅燒乳鴿，色水非常之靚，有紅當當嘅感覺。半隻咁上枱，最滋味嘅食法一定係直接用手，非常多汁，又唔會太肥，皮香肉質嫩滑，
唔會太鹹，真係做到色香味俱全，唔錯，而且仲係熱嘅，超出預料，有水準。睇下其他點心：杞子棉花雞、筍尖蝦餃、海鮮三色餃、海雲天三色燒賣。試下三色海鮮餃，入面綠色係超新鮮嘅芫茜，紅色果束係玫瑰花，橙色嘅係蟹子，餡料有魚肉、帶子、鮑魚粒，但係就俾芫茜同玫瑰花蓋過晒所有海鮮嘅味道。外形做得非常有心思同突出，但係呢兩種咁強烈嘅味道就唔係幾啱我口味，可唔可以俾佢負1分？筍尖蝦餃，外皮沾滿金箔，亦都比較厚皮，入面嘅蝦非常多，冇汁，而且好實，亦都食唔到筍尖嘅爽口，好在調味適中。5星級酒店嘅價錢，味道就完全追唔上。如果唔係半價，就真係好唔抵食。呢隻湯羹咁大嘅鮑魚係三色燒賣，呢粒係芝心墨魚膠燒賣，味道清爽。朋友話好食，我食嘅呢粒係蟹子鮮蝦燒賣，燒賣皮做到蔬菜嘅綠色，上下用蝦夾住中間豬肉餡，肉餡比較肥膩，而且好實，調味適中。試下呢個杞子棉花雞，雞肉好滑，有肉汁，冇肉腥味，唔會太鹹。食下呢塊魚肚，有杞子嘅甜味，嗦咗啲雞肉汁幾好味，但係中間仲未發起，冇棉花狀。問咗侍應，佢話廚房師傅每日新鮮浸泡，唔會整定過夜。中間太實，唔想再咬啦。如果所有魚肚都有呢種情況，係咪應該作出改善？真係要大大扣分。最後就係呢個千層榴蓮酥，賣相好睇，金黃色千層外表，睇得出又係花好多心機同手工。睇睇入面嘅餡料先，有啲似奶黃，食落唔太甜，有微微榴蓮味。千層酥非常脆，外脆內軟，食嘅時候仲係熱，好味。食飽啦，總結一下今日用餐感受。紅日茶錢每位23，埋單323蚊，人均消費108蚊。靠海嘅酒店，環境非常好，地方闊落乾淨，引入自然光，零舍舒服。侍應招呼唔錯，雖然大部分時間佢哋都集中去招呼放題客人，但都有幫我哋換骨碟。食物方面，棉花雞嘅魚肚未完全浸發，同海鮮三色餃都有待改善。腸粉熱啲會好食啲。點心做工及外表確實花咗唔少心思，但呢餐我覺得乳鴿係最好食。唔通佢哋嘅中廚部燒味比點心更出色？有冇網友可以留言分享下？老實講，唔係5折，我唔會嚟食。今次算係見識見識。以上就係今日嘅全部內容，多謝收看，
請幫忙訂閱